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，就快要進入一個農曆7月嘅丙申嘅火馬騮月。幾時開始就係火馬騮月呢？就係由2026年嘅8月7日晚上嘅7點43分之後，進入一個立秋嘅節氣，經過處暑去到9月6日為止。喺丙申火馬騮月嚟講，12生肖嘅運勢又點樣呢？呢一個月咧形成咗咧火金咧就相見嘅局面，充滿咗一個變化同埋機遇嘅多事之秋。咁喺呢個丙申月裏面咧，天干丙係屬火，地支申係屬金，所以咧係形成咗火金相爭嘅。對於12生肖咧，普遍咧面臨一啲咧係財務上嘅波動啦，工作上嘅壓力啦，人際上嘅摩擦啦。因為金氣太過盛啊，喺身體方面咧就會有腸胃方面嘅問題啦、心臟嘅問題啦、呼吸系統嘅有關問題。喺呢個月裏面咧，我建議咧大家要低調、保守理財、注重養生，咁就可以度過噶啦。喺老鼠方面就屬於申子半合水局，因為馬騮同老鼠係合嘅，所以運勢咧佢係撥雲見日，貴人咧係顯現嘅，咁個運勢都係回穩嘅。講到老鼠嘅財運啦，正財咧就平穩，有意外嘅之喜嘅，偏財亦都有意外嘅收穫㗎。但係要記得喺投資方面就要小心風險嘅投資，譬如話網絡上嘅理財咧一定要避開，財務咧就要保守。記得啊，千祈唔好借錢俾人，如果你要借，三思而後行。好啦，至於老鼠嘅工作方面係點樣啊？話晒子申係相合水局，係事半功倍嘅，容易咧見到咧合作嘅機會嘅，貴人嘅暗助，喺事務上咧係增多咗嘅，可以獲得賞識同埋提攜嘅。人際上咧嘅壓力好大，避免同上司嘅衝突啊嚇。佢思路係清晰嘅，喺團隊嘅合作咧係暢順嘅，適合咧執行一啲咧新專案或者係爭取升遷嘅。至於老鼠喺健康方面係點樣啊？話晒都係水同火係相擊嘅，特別要注重咧就係話個情緒方面啦。容易失眠嘅，心神咧就煩躁嘅。注意心腦血管嘅問題，個腎臟啊、泌尿系統啊，同埋一啲關節咧嘅酸痛要做保養嘅。第二隻生肖咧，我哋要講咧就講隻牛啦。牛咧係屬土嘅，對於呢個馬騮魚嚟講咧，土生金，屬於平穩嘅中嘅大得順利嘅一個月嚟嘅，信心係 OK 嘅，容易可以推行計劃嘅。牛嘅財運係點咧？喺正財方面咧，有意外之財嘅，係有機會咧獲得一啲譬如話獎金啊、輔助嗰啲容易，但係記得佢係非常容易唔見嘢或者破財。喺收入方面都穩定嘅，但係記得唔好冒險啊嚇。消費慾望就比較強烈嘅，要自己控制喺社交方面同埋娛樂方面嘅開支啦。牛嘅工作方面係點啊？佢係才華可以施展嘅，事情咧比較多啲，容易咧勞累啦。記得要穩陣處理啦。但始終佢都有貴人嘅相助嘅。進展係平穩啦。最緊要就係要踏實，咁樣你就可以獲得上司嘅認可。容易發揮到你嘅專業能力。記得下，今個月係少管閒事啊，屬牛嘅人。牛嘅身體方面係點啊？佢嘅土氣咧受到金去泄啊，
咁所以故此佢容易咧攰啊，或者筋骨嗰啲勞損啊，咁啊腸胃容易不適嘅喎，所以你提防咧飲食咧自己要節制啦，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引起肚瀉啊、消化不良啊呢啲嘅。咁啊避免咗長時間嘅坐啦，咁啊適合咧要去舒展下啲筋骨。嗱，注意咧佢嘅呼吸道嚇，咁啊喺秋天嚟講咧係容易有乾燥啊、咳嗽嘅。咁老虎嚟講咧話晒都寅申刑沖嘅，因為馬騮同老虎係相沖啊嘛，所以喺呢個月嚟講咧係波動比較大嘅。寅申相沖即係驛馬逢沖啦，所以情緒啊同埋環境上嘅波動比較特別大嘅，要注意嘅老虎。咁啊關乎佢嘅財運點啊？咁啊財運可以講話動中啊大財，但係起伏咧極大咯。記得唔適宜投資嘅，但係有意外嘅破財風險啊，要小心啊！咁啊財運波動啦，慎防咧衝動去投資或者借貸，引發起錢財嘅損失啦。咁喺老虎方面嘅工作係點啊？咁話晒都係寅申相沖喎，咁啊衝擊動盪在所難免㗎啦。喺呢個月嘅波動咧係最為明顯嘅，工作環境啊、團隊啊容易咧發生嘅變化。譬如話調職位啊、人事嘅調整啊，嗰啲喺項目中突然之間會變數啊增多咗嘅，容易同啲同事啊或者客戶啊發生一啲口舌爭執啊。嗱，小心小人同埋口舌啦。你遇到呢啲嘢咧，一定要保持忍，保持低調，唔好同佢硬碰硬，否則就兩敗俱傷。嗱，唔建議咧喺呢個月咧屬老虎嘅人咧自動話辭職啊，或者想創一啲咩新嘅創業啊，千祈唔好。身體方面特別要注意咧，肝膽啊、眼睛啊、頭痛啊，咁啊嗰個頸膊嘅冤痛啊，嚴重啲嘅就要好容易扭親筋骨啊嘅受傷啦。嗱，特別記得老虎喺呢個月咧注意交通嘅安全，小心意外，佢好容易咧係有車禍血光嘅。咁如果你想可以避過嘅，我建議你去捐下血啊、洗下牙啊，咁啊當破咗一個血光之災咯，係啦。兔就屬木嘅，馬騮月咧就屬金嘅，所以咧形成咗金木係交戰嘅喺呢個月，所以屬兔嘅人咧壓力係極大嘅，佢係先難後易嘅。話晒啲金克木咧就係官殺克身，咁變咗嚟講咧壓力顯著係增加咗嘅喺兔仔方面。咁佢嘅財運點啊？兔仔財運係平平啊，難有意外嘅進帳嘅。記得減少不必要嘅消費啦，克制自己嘅購物慾啦。唔適宜參加啲高風險嘅槓桿嗰啲咁嘅操作嚇。同時亦都需要提防詐騙，因為驚俾人慫恿咗一啲合作嘅投資啊，走入一個財務嘅圈套啊，要特別注意啦屬兔嘅人。咁喺工作運方面點啊？屬兔咁咧一定要宜守不宜攻，提防口舌是非。前期就辛苦啲嘅，後別咧就比較容易。話晒都可以話有新機會啦，但係競爭劇烈，外部嘅競爭加劇，你嘅任務就繁重。咁啊要提防小人喺背後做啲動作咧，放冷箭啊嗰啲啊。咁啊適合咧，你要靜心同埋充實自我啦，唔好同人強行爭取名利嚇，大家去爭嚟爭去，唔着數嘅屬兔嘅人。咁啊兔嘅健康方面點啊？咁呢個月咧比較弱勢咧，話晒金克木係咪？咁啊容易有小毛病不斷啦。咁啊尤其是有肝啊，因為肝屬木係受克，容易咧眼睛同埋好容易唔開心啦，發脾氣啦，瞓就瞓得唔好啦。記得
唔好過勞啊，工作上。屬龍咧，話晒都身神半合水局，即係龍同馬騮半合水局嘅。咁佢咧今個月咧才華咧得到展現嘅，個運勢都走高啲嘅，係有機會嘅。咁啊，講到龍嘅財運啦，有穩健啦，同埋偏財啦。人際合作咧帶來有財嘅商機嘅，咁啊適合一啲團隊啦，靠埋一啲團隊啦。咁啊財富方面咧就唔錯嘅，咁啊但係需要保守去理財，財源係暢順嘅，靠個人嘅技術或者創意咧帶來額外嘅收益嘅。咁啊正財偏財咧都有驚喜嘅，譬如話業務佣金啊，副業方面咧有收到有提升啊，適合咧穩健嘅理財嘅。咁啊龍喺工作方面點啊？話晒龍同馬騮係半合水局啊嘛，所以係事半功倍嘅。咁啊貴人運咧都幾旺下嘅，容易咧獲得長輩啊、客戶啊嘅支持啊、嘅輔助啊、洽談合作嘅擴展業務嘅成功率比較高嘅。但係要記得主動爭取嘅資源啦，推展新計劃啦，但始終都壓力大嘅。但係記得啦喺簽文件嗰陣時要謹慎啦。咁喺龍方面嘅身體點樣啊？健康，佢哋要注意咧腸胃同埋消化嘅系統啦。特別嗰個呼吸系統啊，皮膚上嘅敏感啊，咁啊留意咧體能咧消耗過大啊，咁啊導致到好容易勞累啊、透支咗啊。咁蛇咧話晒自身係相合嘅，蛇同馬騮係六合嚟嘅，有利咧有弊嘅。其實因為點解咧？因為自身佢雖合，但係佢又有帶刑破嘅。所以喺蛇嚟講咧，今個月咧機遇同埋挑戰咧都並存在嘅。咁好啦，講到蛇嘅財運點啊？喺呢個月咧，其實流財咧最多呢一隻生肖嘅，所以喺呢個投資方面要謹慎啦。財運應該起伏好大，正財就穩定，偏財就不宜啦。有合作獲利之象，但合之中咧又帶有破喎。佢收入始終都穩定嘅，靠人物帶來商機咯，但係消費嘅慾望比較強咯，容易咧花費喺啲娛樂啊、裝飾啊、人際交往個問題上啦。咁啊建議咧自己要設有消費嘅上限，控制下自己啦。喺工作方面點咧？屬蛇喺呢個月商機咧係有，不過咧暗藏咗玄機。機會有嘅，但暗藏一啲玄機喺度嘅。人事嘅關係咧變化比較多嘅，佢既有合又係刑啊嘛，所以升遷或者表現嘅機會咧係有嘅。喺職場上咧聲望亦都提升嘅，但內部咧嗰種鬥爭啊、權利嗰方面啊，大家搞到都有陣時好唔開心嘅，會心煩嘅。話晒都自身係相合。人際上咧，始終都係暢順嘅。不過咧，火咁旺會克金噶嘛，所以容易咧急躁啦、衝動啦，所以咧喺衝動之下，好容易做錯一啲錯嘅決定啦。所以你做每一樣嘢咧，喺呢個月咧都要係隔夜三思。如果重大嘅嘢，要三思而後行啊！好啦，講到蛇嘅健康又點啊？話晒咧火係同金係相戰嘅，所以最特別要注意咧心火嘅旺盛啦。譬如話心翳啊、有口瘡啊、心血管啊、血壓啊、心臟啊，同埋皮膚過敏方面嘅嘢，小心咧好容易上火啦、心煩啦、瞓覺嘅質素比較差啦。所以喺呢個月咧，屬蛇嘅人咧最好咧少啲應酬，少啲捱夜。咁一馬咧。話晒馬係火嘛，而馬騮係金啊嘛，咁啊火煉金嘅嘢帶來呢個轉機嘅，丙火透出，午火又煉金，咁咧去耗嘅心肺力咧就多嘅，
但係都有收穫嘅。好啦，講到馬嘅財運係點咧？咁馬嘅財運咧，呢個月咧有驚喜嘅財運比較旺嘅，有回報豐厚啦。咁啊，桃花係大財嘅，容易咧有意外之得。財運咧，但係波動好大，但以謹慎就係偏財運強，有賺取大量嘅錢嘅機會，但係同時咧亦都花費開銷咧，亦都係增倍嘅開支嚟嘅。火克金為財，咁啊財運所以一定係好嘅。正財收入咧係明顯嘅，不過咧容易財來財去啫嘛。開支係繁多，但係偏財運咧適合咧少少地去嘗試就好啦嚇，唔好孤注一擲，因為偏財未必係咁理想噶，嘅正財比較好啲嘅。好啦，馬嘅工作運又點樣咧？咁一定要需要親力親為嘅喎，佢要主動求變喎，但係始終咧有人緣去得到幫助嘅。咁人事上嘅摩擦啦，需要低調嘅，行動力要極強，能夠突破呢個僵局。壓力係比較大嘅，係比較好忙嘅，但係有付出嘅，有機會得到成果咯。所以喺呢個月咧，屬馬嘅人咧，譬如話想轉工啊、跳槽啊，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嚟嘅。注意心血管同埋身體上嘅疲勞咯。嗱，特別注意筋骨啦，同埋血液嘅循環。火氣偏旺啦，就要特別要隻眼啦，比較容易攰啦。心火過盛咧，令到腸道就不適啊，嗰個腸胃又不適啊。咁話晒雙火相加，咁啊燥氣咧就好重啊。咁年又係火，月又係你本身又係火，咁啊雙重啦。所以喺呢方面咧，屬馬嘅人咧要特別小心護理嘅心臟啦、心血管啦，避免劇烈嘅運動去冒汗，小心容易中暑啊、上火失眠啦。咁隻羊咧，羊啊大家知道咧，未土啊就生呢個辛金啊，咁運勢咧都轉入佳境嘅，都算係可以話平穩過渡啦喺個月。所以睇一睇羊嘅財運係點啊？咁佢意外開支比較多喎，先破後立，但係佢越戰係越強嘅。嗱，有小財嘅入啦，但係唔穩嘅。正財運比較好啲嘅，適合進行一啲長期嘅理財規劃啦，或者係儲蓄啦。咁啊財運咧最好就持守為上，即係做保守啲啦。收入咧維持嘅現狀，但難以喺短期內咩話暴富㗎啦。佢係唔適合咧開展全新嘅投資項目嘅，嗰個全新項目咧係唔得嘅。咁啊最好咧優先咧就係用儲蓄啦，去應對一啲突發嘅開支啦。好啦，講到羊嘅工作運係點啊？就困難比較多嘅。轉變中咧有成長嘅，咁啊適合咧主動嘅應變啊，壓力大嘅需要耐心啦。咁啊未申係雙生嘅，因為土生金啊，嗰個氣勢咧就平穩嘅，冇咩驚濤駭浪啦。咁啊適合咧按部就班咧去完成日常嘅工作啦。嗱，如果想要突飛猛進咧就比較困難嘅，羊喺呢個月，咁啊適合一啲累積經驗啦，梳理一啲流程啦。團隊相處，大家和睦啊，少啲是非啦。咁喺羊嘅健康方面係點樣咧？咁啊需要注意一啲安全啦。壓力之下咧，要好好地咧去睇住自己嘅腸胃啊，同埋好好地休息啦。注意咧嗰個脾胃同埋情緒方面啊，再加上要防範一啲感冒啊，或者消化不良嘅問題啊。咁馬騮咧呢個月又係馬騮月，咁佢屬於咧就係伏吟啦。咁佢都算係嶄露頭角嘅。咁競爭同埋變數特別多噶嚇。咁雙柄火蓋頂，咁責任啊同埋壓力咧就係一齊並重嘅，所以馬騮要特別注意啦。
好啦，講到馬騮嘅財運點啊？佢算係財運亨通嘅，財運但係要小心咯，有暗中嘅破耗咯。偏財係有利嘅，正財都平穩嘅，所以財運算係你都可以講話平平啦，開銷比較大啲嘅。嗱，宜守不宜攻啊，咁啊避免咗過度嘅擴張財務啦。咁啊財運嘅起伏咧，睇落去好似有機會好多，實質咧有機會係陷阱，因為話晒伏吟啊。咁咧謹慎咧係提防咧嗰啲熟人嘅介紹嘅投資項目啦，容易咧出現虧損㗎。嗱，記得自己好好地咧睇住自己嘅啲證件啊、貴重物件啊，因為好容易咁呢個月咧俾人偷啊或者唔見咗㗎，特別要注意啦。好啦，講到馬騮嘅工作方面點啊？佢算係事半功倍啊，但係需要防小人咯。喺小人同埋變局較多嘅問題上咧，做起事上嚟咧，記得要低調咯。有新嘅機會而係可以積極嘅，但始終咧馬騮呢個月伏吟月臨，即係喺伏吟呢個月咧，競爭咧係加劇嘅。大家同事上啊、同行上啊，都容易有競爭嘅關係。大家想法好多，但係執行過程咧就比較阻滯多啦。咁避免同人爭奪嘅功勞啦，最好採取低調行事，減少口舌是非啦。好啦，至於馬騮喺健康方面係點樣咧？就要提防變化啦，就注意安全，因為咧好容易有焦慮啊、血氣啊嘅意外風險嘅。注意咧呼吸同埋皮膚嘅問題啦，因為金氣過旺咧會影響個肺部啊、個氣管啊同埋皮膚保濕方面嘅。多啲補充翻水分啦。金氣受到火嘅克制咧，所以令到呼吸啊、肺部啊、腸道啊嗰啲重要嘅問題要關注嘅。話晒抽燥好容易乾咳啊，多飲啲潤燥嘅湯水啦。記得少啲，唔好食咁多煙酒啊嘅刺激嘢啦。好啦，到要屬雞咯喎。雞面臨一啲挑戰嘅。馬騮同雞算係伴會嘅，可以講話有貴人嘅助力啦。馬騮同雞大家都係屬金嘅，所以金係比較旺啊，就叫做比劫咧幫身啦。喺人脈網絡咧比較活躍嘅。雞嘅財運係點啊？算係財運亨通喎。財運係較穩嘅。正財穩定啦，偏財咧就唔係太理想嘅。社交開展就個開銷咧，社交嘅開銷比較大嘅，因為比劫咧旺咧就容易破財嘅。記得雞唔好替人做擔保啊嚇！喺金錢上嘅網絡一定要分割得好清楚，就遠離一啲高回報嘅誘惑啊！雞喺工作方面點啊？有新嘅局面，容易得到支持，有貴人嘅助力，進展就比較好嘅。馬騮同雞係屬於比劫啊，大家都係金，同氣相助，亦同氣相爭嘅。能夠結識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啦，獲得資訊，但係又同時咧又容易遇到競爭對手喎，喺利益咧容易咧被人瓜分啦，所以咧提防咧他人係奪走咗你嘅成果啦。喺雞方面嘅健康係點啊？心水不寧嘅容易，注意咧嗰個呼吸同埋休息嗰方面啦。腸胃啊同埋飲食要注意啦。呼吸系統咧就比較脆弱嘅，盡量少食一啲咧刺激嘅辣嘅嘢啦，因為金氣係偏旺嘅，所以令到嗰個咽喉就不適嘅。好啦，講到屬狗咯喎，依家狗咧嘅變化就不定嘅。狗係屬土嘅，土係生金嘅。呢個但係好彩佢係馬騮同狗咧係伴會嘅。呢個運勢都算係唔錯嘅，有人幫助嘅，財運穩定嘅
慢慢上升，依靠長期嘅累積嘅獲益，適合咧規劃長期嘅儲蓄啦。短期投機咧難有收穫㗎啦。咁至於喺9方面個工作係點啊？咁易有人際上嘅衝突喎，人際上嗰方面咧就有壓力啊，需要謹慎啦。但係能夠咧發揮到領導嗰方面，或者係有調解嘅能力嘅，獲得團隊嘅支持嘅，推動項目咧進行咧比較順利嘅，始終都係務生係雙生嘅，人性互信啦。咁喺長輩啊、同事方面啊，願意提供一啲意見啊，不宜咧急於求成嚇，穩紮穩打最有利嘅喺9方面嘅工作上。屬狗嘅健康係點啊？要小心意外啦，留意壓力啦，同埋突發嘅碰撞啦，特別尤其是心臟同埋血壓啦，容易咧腰肩嘅背痛啦、筋骨嘅不適啦，就係屬狗嘅問題啦。豬咧遇到呢個馬騮月咧，叫做辛亥傷害嘅，豬同馬騮係屬於傷害嘅，所以心態咧要較為放鬆嚇，人際關係同情緒容易受到挫折嘅。財運宜平常心啦，偏財有機會，但需要提防破財，防備無形嘅破財㗎，佢會好容易因為疏忽造成嘅損失啦。唔好隨意借錢俾人啊，尤其是喺網上高消費啊，或者直播購物啊，要小心啦，會損失㗎。咁豬嘅工作方面係點樣啊？佢發展需要步步為營啊，適合咧獨處去整理嘅，慢慢咧蓄力有挑戰，但係要記得保持冷靜嚇。喺個職場上方面好容易有口舌是非或者誤會啊。建議你咧多做少説，保持一啲中立嘅態度。馬騮同豬係相害嘅，所以暗藏咗隱憂嘅。工作上容易出現一啲細節嘅疏漏啦，尤其是喺文書啊、數據方面咧，你要記得要反覆去查核。容易被人俾一啲瑣碎嘅事情咧拖累咗你進度。小人咧好容易喺背後咧暗戰嘅。謹慎你嘅言論啦，唔好隨便就去評價人。重大嘅嘢就要最好就唔好喺呢個月推遲一啲實行。好啦，講到豬嗰方面嘅健康點啊，特別要注意咧就係腎臟同埋泌尿系統啦、腰部嘅問題啦，因為水金傷害咧就需要特別要保養啦，尤其是女士方面嘅婦科啦，同埋咧我哋情緒嘅低落啦，因為水氣受到損耗咧，就容易手腳嘅冰涼疲勞就虛啊。剛才一口氣講晒12生肖嘅吉凶啦。大家記住咧，如果你想喺呢個丙申火馬騮月裏面順利咁平安度過咧，記得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，可以自利利他。記得盡量咧就唔好去殺生啦，可以去放生嘅就盡量去放生，可以去做多一啲布施嘅盡量去做布施，譬如捐下錢啊、贈醫施藥啊，咁你就功德無量，福慧雙收啦。咁就包你可以咧順利平安咁樣度過呢一個火馬騮嘅月份啦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如果你喜歡呢一條片嘅，請大家點讚啦、分享俾啲親戚朋友啦，或者訂閱啦，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。